今日大朝，雍瑞的那番话，难道无人转告你？儿臣不能接受，请母后治雍瑞，臣宁治罪。继儿，当初母亲怀上你的时候，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。有人不想让你出事，用了种种手段来算计你的性命。可我终究还是把你保了下来，因为你是我的孩儿，我的骨肉。我就算自己不活，也要保你平安。当日我身处卑微，尚能保住我的孩儿。如今，谁还能再迫使我杀死自己的骨肉？母后，当初与眼下不同，有何不同？难道你是说，我当日怀上你是名正言顺，因为有一日你可能会当上大王，为我带来荣宠，母以子贵，所以你的性命更金贵。而这孩子有可能会为我带来谤言，会让人对你视皮论骨，我就该轻贱他，杀了他。继儿，对母亲来说，我腹中的孩儿同你没有差别。你只想讨好那些装腔作势的人，对这孩儿竟然没有一丝的怜惜。别忘了，他是你的兄弟姐妹。儿臣是嬴氏子孙，儿臣自有兄弟。是啊，你的嬴氏兄弟们有多少都想要你的性命，要你的脑袋。你宁可要那样的兄弟，也不肯留下母亲腹中的兄弟。母后，儿臣不是容不下你腹中的孩儿，而是您心里根本没有了父王，只要那个义渠君。你父王已经与我天人永隔，你却要我做抉择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执意想认的兄弟们，如今大都被葬在城外的墓地里，而我腹中你的兄弟，却可以和你绕于膝下，做嬴驷的儿子。你来选，要哪一边？母后，你为何要逼我？是你来逼我的。母后，出去。儿臣出去，就跪在殿外。母后什么时候改变主意，儿臣什么时候起来。随你。儿臣只是凭着一个做儿子的心，求母后改变主意。儿臣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母后好。大王，野姐姐，你们来，快赐座。姐姐，我们刚才看见大王跪在殿外。他想跪，由他去。这也难怪大王，他毕竟年少气盛，遇事不知道进退。难道姐姐就没有别的法子处置眼下的麻烦？荣兄这是何意？既然姐姐已有身孕，就该力保母子平安。更何况妇人堕胎那是性命交关的事情。我怎能不替姐姐打算？但就算要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们也可以暗中安顿，过后他人又敢说些什么？如今此事已被人四处张扬，让大王颜面无存，让我们不好收场。这倒也是。
这些本是内宫事宜，究竟是谁把它传得沸沸扬扬的？我虽已在宣示殿执掌权力，但不甘心情愿臣服的人依然众多，只是无可奈何。宣扬此事，拿他大做文章胁迫于我，挑动继儿与我母子不和的依然大有人在。荣弟，你的谏言并非不可，但却不能用在这个时候，更不能用在我身上。臣弟不明白姐姐的意思。言论汹汹，无非是逼我让步。我平定诸公子之乱，推行商君之政，剥夺了他们诸多旧有权势。如今他们只能示弱，我若退一尺，他们就要进一丈。我若堕胎，接下来我与义渠君之事亦成了罪过。世人做事心中有愧，偷偷摸摸。我若生下这孩儿，暗中抚养安置，那就永远成了对手的利器和束缚我的桎梏。此言有理，是臣弟思虑不周了。魑魅魍魉最喜人过，专喜窥人私隐，杀人于无形。那些不满之人，借此事到处煽风点火。初离子是营氏大宗伯，司马错为人耿直，难免受人蛊惑，上了他们的当。所以遇上此类事情，我绝不退让。你要把私隐之事当成把柄，那我就干脆摊放在炎炎日下，看你又能如何？不错，这天底下的事，再多弯弯绕的心思，终不如以力制胜，以强克弱。姐姐既已决意，无论有何事，我们都会与姐姐同心协力。只是姐姐对大王不要如此的严厉。母子之间若是生分了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这一生唯有与你们二人一母同胞，同气连枝，这种骨肉亲情，刀砍不断，火烧不灭。我想留下这孩儿，不仅是与义渠君的情分，也不是要与那些假惺惺的人硬赌一口气。我只是觉得继儿她太孤单了。荣兄先回吧。大王，这样硬撑不是办法。舅舅，你母亲的性子你并非不知，遇强则强，遇刚则刚。对她要以柔克刚，不可以硬碰硬。大王，事缓则圆。你这样跪在这里，伤的是你母后的心。况且太后怀有身孕，不能动气。大王和太后都深系国家，身体要紧。不如听舅舅的话，先回去歇歇，让舅舅来帮你转缓，如何？是母后让舅舅来的。是。我要听母后一句话。你母后已经有话，你先跟我回去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舅舅，难道在母后心中，真的就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吗？你母后心里若没有你，又怎么会让我来劝你？大王，各让一步吧。来，先起来，啊！
皇后，我来吧。舅舅，不可！既然我是你舅舅，有何不可？会有一点疼。哼，要像个男子汉。你母后若看到你腿上的伤，不知会有多心疼。母后如今心里哪还有我呀？你已成人，要多体谅你母后。你知道你母后为何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儿？她说，她只有大王这一个孩儿，怕大王在这世上太过孤单，所以一心想要给你一个异母同胞的兄弟，好让你们相互扶持、相互照应。荒唐！舅舅，你真的相信这些话吗？我信啊。他若说出其他理由，纵有100个，我也会驳了他。但唯独这个理由，我无言以对。为何？看看我，看看你米荣舅舅。我与他虽然不是同父所生，但你母后不管走到哪儿，有多苦有多难，从未放弃过我们。一有机会就要使我们聚在一起。这世上若还能够有什么让他低头的事，就一定与我们有关。母后他这是姐弟情深。你母后常说，先民之初，人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，便无手足相残之事；待之有父，便有手足相残。兄弟同胞，从母是天性，从父只是利益罢了。眼下之事，他之所以如此固执，不过就是想要给你留下一个骨肉至亲。继儿，你怎么还不明白你母后的一片苦心呢？舅舅，我的腿不那么疼了。新鲜的青菜，新鲜的青菜，看一看了。大监，方公子，太后在里边等你呢。好。泥人儿，看看泥人啊。太后，你我之间何必客套？那好，那我就仍称你为月儿。自从先惠文王过世，四方馆就被荒废了。我知道，眼下不是见你的好时候。月儿要见我，我是一定会来的。其实你刚一到咸阳，我就打算与你提及此事，只是日日大小繁杂事务纠缠，反倒把这要紧的一推再推。没想到后来，就有了更多的曲折。月儿是想重新振兴四方馆，不拘一格，招贤纳士。子贤，你懂我。
我这样问你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世间最懂我的人，当然是你了。鱼儿重振四方馆，便能重振大清。得人才者得天下，这是治国之治理。只是你要与我商讨此事，照我进宫便是。你如今有身孕，最劳累不得，怎可亲临四方馆，车马劳顿？你还是事事把我放在前头。宫里满耳都是老鸭聒噪嘈杂，到这里来，这心反倒可以静下来许多。老鸭日暮聒噪，不去理睬它，自然会散去。别人倒还好，可是继儿本应当与我母子连心，连他也容不下我腹中的孩儿，真叫我心痛。正因为继儿和你母子情深，恐怕他在意的不是别的，而是怕别人夺走了他在你心里的分量。可继儿已经大婚，就算依恋我，也不该如此不通情理。大王宅心仁厚，但无论是谁，面对横刀夺爱，都不愿意听所谓情理二字。记得当日在燕国，雍瑞迎你回秦，我怎不知你对大秦社稷意义之重大，而我偏要百般贬义毁谤，希望阻止你回秦，因为我深知江山让人不堪重负，我怕因此断了你我的缘分。子信，去吧，去看看大王。他此刻需要的不是别的，而是你的舐犊之情。那这四方馆招贤之士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就让黄歇来打理吧。大王，早膳准备好了。寡人身子不舒服，没胃口。早膳是精米粥和枣糕，大王平日最爱吃的。那精米粥和枣糕再好，也比不上母后的手。你未曾品尝，怎知不是母后的手艺？母后，坐。这精米是今年的新米，枣糕也是早上刚刚蒸就的，还有这几样小菜，继儿尝尝，娘亲的手艺是否比得上从前？继儿，尝尝吧。大王可好吃？香吗？香。其实做精米粥并无诀窍，只是精米头天要泡一夜，小火慢熬才能香糯。这枣糕却是要花点心思的。红枣用清水浸软后去核，加入桂花少许煮片刻，晾凉后再加入蜜糖水和那麦粉，慢慢搅拌均匀，然后将姜倒入蒸盘中，隔水，大约要蒸1个时辰。这么繁琐，母后您这是何苦啊？因为是做给继儿吃的，娘亲做给孩儿吃，做的时候高兴，见孩儿吃的时候更高兴。我5岁便与娘亲分开，刚满7岁，娘亲便过世了。我每每见到别的孩儿有娘亲疼爱，这胸口总是会酸酸的痛。决意有一日，若自己有了孩儿，定要对他千般万般的好，即便缺衣少食，
也不能缺了娘亲的怜爱。娘亲知道继儿素来爱吃什么，我将教会米瑶给你做精米粥和那枣糕。就算有一日娘亲不在了，继儿也能有人照料，有人心疼。据可靠军情急报，齐魏韩三国已经联盟，合计12万人马出兵讨伐楚国。哼，他们果然动手了。什么理由？楚国与秦国联姻结盟，背叛合纵之约。太后，老臣以为，我大秦应该借机出兵救楚。这也是一次教训他们的好机会。唉，他们也真是小气。人家2个国家结亲娶媳妇，这他们都生气。上次诸公子之乱，他们趁火打劫，从我们手里拿走的城池土地，朕还没有向他们讨要回来呢。看来，对这种不仁不义的人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朕要你为主帅，领兵5万，拿下魏国蒲坂、阳春、丰陵。臣遵旨。米荣将军，臣在。朕给你精兵3万，直取韩国5岁。臣遵旨。楚离子，太后，朕听说你得了脚疾，怎不找太医令给你好好诊治一下？太后，臣老了，到了病找人的时候了。今日医好脚疾，明日又是头疾，不医也罢。楚离子聪明过人，怎会如此讳疾忌医？木心，小的在。你去一趟太医院，让太医令李密午后去一趟左相府。是，太后。在你的脚疾未医好之前，朕赐你软轿进殿上朝理政。太后，僭越进殿，僭越了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有何僭越？若软轿能顶替王叔的腿脚，那是物尽其用。老夫不爱，倒是太后，太后您多注意身子。我还好，倒是出离子，自从那次雍瑞在大殿里提出“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”之后，出离子来宫里议政的次数少了许多。老夫除了脚疾不便，还要操持一些宗室事务。出离子是大宗伯，自然事务繁忙。可王叔不仅该关照宗室里的孩儿们是否姓嬴，更该关照他们的心是否也姓嬴。太后说得对。快，把那热水端进去，快点啊！手脚都麻利点，快，哎，快点，手脚麻利点啊！热水，快进去，快点啊！这边，麻利点。
你知道吗？生的是一个男孩。恭喜大王添了一位弟弟。是，我有了一个弟弟。王后，妾身在。你带寡人去看看。是。王弟睡得好香。臣妾替大王过来，大王也替母后高兴。他说让母后安心养好身体，不要牵挂朝政。继儿大婚后，的确懂事很多。瑶儿，你功不可没。母后谬赞。这是宫里新制的玉席，酷暑难耐，继儿怕热，你让她晚上睡这个。臣妾替大王谢过母后。去吧。是。我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总算把今年冬天的粮草解决了。哎呀，哈哈哈！该让我看看我儿子了吧？哎呀，哇，这么小，哈哈哈！来来来，让我抱让我抱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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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看就是父子。谁说的？这孩子的额头长得像你，眼睛却像我。像你像你像你一样俊俏。小公子怕是饿了，抱下去喂喂他吧。是。哎，把孩子给我吧。哎，高兴吗？高兴。因为孩子？因为想到孩子，想到孩子的将来一定比我更有福。哎呀，这世上谁人能比你更有福啊？啊？他们一定比我有福。待他们长大，大秦强盛，百姓富足，他们兄弟和睦相处，岂不比我更有福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要带他回草原，我要教他骑马、牧羊、狩猎、征战。哈哈哈哈！我们一曲啊，又多了一位勇士。你要带他回草原？当然，他是未来的草原之王，他要继承我的财产和权利，自然要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。跟我一起回草原吧。那你说说，你要我跟你回草原做什么呢？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这话不错，在哪儿都是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可秦国是个大家，一曲草原相比，只是个小家。你让我扔下一个大家去管个小家，这总是不妥吧？或许你想说，我天资鲁钝，只可管理小家，没有管理大家的才能，还是你认定秦国这个大家与你、与我们儿子无关？怎能无关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是大秦的太后，大秦天下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可是你要我跟着你一起回草原的呀。这么说起来，那就先不必了。不过，草原是秦国西北重地，这一阵子西戎的胡人经常对我草原骚扰，让我大秦西北疆土不得安宁。你也该率部去把那里的地鼠狐狸给捉干净。这话对我心思，我明日回营，带虎为他们出征。不嘛，我在想，这次最好能让魏冉和白起领兵与你一起去讨伐，试一试你们帮着练就的大秦骑兵。你们也可以向他们多学学阵仗武器，如何？我的女人果然与我一条心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
寡人昨日去北郊军营验兵，真是阵马锋强，锐不可当啊！是啊，时经2年，大秦铁骑终于成军了。年前，司马将军攻取魏国蒲坂、晋阳、丰陵等城池，米荣将军夺取了韩国5岁。年后，义渠军又带着白起、魏冉荡平了西戎，而后挥师北上，从赵国手中夺回了我们的榆林之地。太后可喜可贺呀！自此以后，我秦军当横扫天下，威震中原。只是下一步，大秦该剑指何处？楚国。当初楚国趁我大秦内乱，拿走了我上庸之地，眼下是拿回来的时候了。母后说的在理，我们替楚国解了齐、魏、韩3国联合讨伐之围，楚王早就应该把上庸作为酬谢还给我们了。除此之外，从长远看，我们要一统天下的症结就在楚国。为何是楚国？楚国几代贤明君主开疆拓土，得国土5000里，几乎是列国的总和。气候温和，百姓富庶，带甲100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。大王，得楚地者，得天下。既然楚国地大物博，恐怕暂时秦国还不是楚国的对手。现今楚王昏聩，重用佞臣，逐客以资敌国，自内需而树怨于诸侯。所以楚国只是一只病老虎，外强中干并不可怕。只是老臣唯一担心的是太后因楚国是自己的母国而放弃机会。眼下我们与楚国定有盟约，如果开战师出无名，岂不被人指责毫无信义？这个太后放心，只要太后愿意，机会会有的。你看，自兰都已大婚，大王对他将来一点打算都没有。眼下看，尽管公子娶了秦国公主，但也难以动摇太子恒在大王心中的地位。为什么？我们自兰一表人才，怎么就比不上那个米恒了？太子已立多年，尽管平庸，但从无大错。乍然要动楚军地位，恐怕在朝堂上会引起内乱。晋大夫足智多谋，何事还能难倒你呀？唉，实在是有些无计可施啊。况且他人在咸阳做质子，规规矩矩，恭恭敬敬，想要挑他的不是，也无从下手啊。晋大夫，我记得你在秦国好像还有朋友，那个雍瑞不是和你还有些交情吗？何不让他想想办法？是啊，南侯莫急，容臣筹划筹划。哎，客官慢用。太子，听说对面那家鸭子炖的不错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在外面不要叫我太子。是。去吧。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昨日我收到了一封古怪的书信，说咸阳城有人知道了我楚国太子的身份，图谋勒索，要我当心。小二，打酒！打酒！放肆！这把短剑是谁的？是你爷爷我的。不服气！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无视秦法，你想做什么？老子想做什么做什么！
你能怎样？放开！哎，下来！闪开！你们几个竟敢跟我们动手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公子，姐姐，杀人了！武校尉被人杀了！快走！是我的剑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。子歇，你快从后门走，这里我来挡着，快走！有事吗？黄歇走了。我知道。臣弟以为不该放他走。你想怎样？派兵追他回来。黄歇雄才盖世，满腹经纶，若能留在秦国，日后必将成为秦国的股肱之臣。可惜，这人能留住，心也留不住。即使留不住，也切不可放他去楚国。楚国，那是他的家乡。如今的楚国是只残牙断爪的病虎，若有了黄歇，这只病虎有可能会被治愈。不会，楚国已经病入骨髓，就算有了子歇，也只能是苟延残喘。萧然不明白，这黄歇明明可以留在秦国大展雄才，可他却偏偏要……萧然，让子歇割舍不掉的，不是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，而是生他养他的热土。我这一生欠子歇许多，我该让他了此心愿。通告各个关卡，对子歇一路放行，待遇优渥。是。记得子歇临行前曾说：“商君之法过于严酷，轻罪重刑以恶治恶。”此话可有道理？商法严厉，才能使众人敬畏，但执行起来，难免会有过度的情形。臣弟听说有小孩子因为偷采了邻家几片桑叶，也要罚处徭役30日。姐姐可还记得我这根手指？可见子歇所言并非没有道理。萧然，你去替我好好核查，在执行商法当中，若有滥用酷刑、过于苛刻薄情之处，应酌情予以纠正。是。还有事吗？罚处事宜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。白起，朕命你为左庶长，受此虎符，千骑斩将，挥师伐楚。遵旨。公元前298年，白起、魏冉、李荣、司马错兵分2路进兵楚国，斩首楚军5万，得15城，楚国政局面临崩塌。他们被秦人扣押，
如今国家危亡，如何是好？秦人背信弃义，扣押大王，又从两路进袭我楚国，令我头尾不得相容。如今楚国危在旦夕，我等必须立刻整顿兵马，动用倾国之力，再度迎战秦军。如今大王尚在秦人手中，谁来下旨号令三军？那依晋大夫之意呢？这自然是要想办法先迎回大王。为了保证大王的安全，切不可做出触怒秦人的事情来。就是因为担心大王在秦国的安危，我楚国将士缩手缩脚，瞻前顾后，以至于我们三关洞开，秦人兵不血刃，长驱直入。眼看秦兵直捣郢都城下，我们若还抱着不可得罪秦人的想法，那就生生把都城宗庙都送到秦人手里了。那以你们之见呢？秦人扣押大王不放，为的是挟持大王，胁迫我楚国。我们对秦人退让越多，他们越不可能放了大王。为今之计，我们只有另立新君，让秦人知道，即便挟持了大王，也无济于事。那时候我们再与他们谈条件，才能够迎回大王。若立新君，当立公子兰。太子明明义立，为何要提公子兰？若不是太子在秦国为治，杀人潜逃，又如何会惹怒秦人，扣押大王？似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辈，又如何能再为楚君？大王在入秦之前已经跟臣妾说过，要废太子，另立子兰为楚。口说无凭，大王可否有留下诏书？太子恒在齐国为治，如今秦人攻城，火烧眉毛，这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呀。谁说太子恒仍在齐国？太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太子在秦国为治，私逃回国，导致大祸。如今太子在齐国为治，又潜逃回国。你难道嫌楚国还不够水深火热吗？南后有旨，将太子恒拿下。是。慢着！大胆！是老夫下的命令，与齐国递交国书，请太子回国的。老令尹、三闾大夫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大王蒙难，秦人兵临城下，楚国危急存亡之际，当令太子继位，主持国政。你不顾大王的旨意吗？南后假传圣旨，乃逆天大罪。你们反了！大王早就说过，太子失德当废。这是朝堂，请容妇人指手画脚。来人，请南后回宫。是。你敢？谁敢？郡上，这是死人吗？郡上！三闾大夫，南后毕竟是南后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！老夫糊涂一世，这一刻我看得清楚。你这蛇鼠奸佞，若不滚开，老夫将你当场击杀！太子请。请太子继位。臣拜见大王。臣拜见大王。众卿，免礼。谢大王。
可太后还未下旨，我们该如何进？白将军、魏将军，太后下令撤兵了。什么？太后下令撤兵了？楚国发生政变了。什么？皇歇请出屈子和令尹昭阳扶持太子恒登基为王，眼下是屈原主政。除了集结重兵守卫郢都之外，还联络诸国，企图合力围攻我军。当初太后不肯听我劝阻，执意放皇歇回楚，真是一步错棋。皇歇是太后最珍惜的贤良人才，他是绝不会难为皇歇的。问题是，如今皇歇与屈原日月辉映，相得益彰，合力扶持楚国新军，的确不好对付。我等既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撤兵和谈也好。为扣押楚王一事，楚离子亲自出使诸国，累坏了身子。太后已经让白起撤兵了。是。太后怎么说？他说，他果然没看错皇歇，并说，此时伐楚本就不是灭楚，而是弱楚，不能一蹴而就，是该撤兵的时候了。太后不愧是当今女丈夫。母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仙鹤。公子服长得浓眉大眼，活脱一个小。义渠君在西北戍边，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。给他们做的新衣，派人送过去了吗？都送走1个多月了，早该收到了。太后，今日春色媚人，让公子服到园子里走走吧。你就带着小公子去园子里走走吧。是。公子服，随我来。母后，那福儿先告退了。去告诉大监准备车马，我要出门一趟，去见个故人。是。慧儿，替我梳妆吧。那慧儿给太后梳个何样的发髻？寻常的就好，就梳个楚国的发髻吧。你们当那故人是谁？是大王不远万里请来的楚国大王，也算是我的兄长吧。啊，楚国已有新君，这退位的楚王该称先王才是。先王？太后，陨了的大王才叫先王不是？是啊，其实他与死了也没什么区别。太后来了。你可认识我？恕寡人眼拙。你不记得我了？父王留给你后宫兄妹几十个。你我虽然见过面，但你也早将我忘干净了。是你，你是芈月，你是寡人的王妹，就是你，害得寡人好苦。大胆！太后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，有何叫不得？我乃一国之君，你等却如此怠慢于我，行。吾王遗鲁不亲吾美女伺候，接我来咸阳，却不请我入咸阳宫，把我放在这郊外一个小小行宫，见不得人的鬼地方。
这就是你们秦国的待客之礼？你虽行无王夷鲁部，寝无美女伺候，但时有善夫打理，衣有锦缎丝绸，楚王也不算委屈。哼！你们秦国的膳食、丝绸，怎能与我楚国相比？你若识趣，好好的将寡人送回楚国，免得两国交兵，以血洗血。只怕当下无人肯为你发兵救驾。只要寡人下诏书，我楚国贤臣济济，晋上大夫对寡人披肝沥胆，还有老令尹朝阳，一贯是忠心贯日。可惜啊，你的诏书下得太晚。数月前，我秦军大举伐楚，连下15城。你们老令尹和屈夫子责怪你贪恋秦国山水，不肯归楚，所以扶太子登基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子恒也已成为楚国新君，你后继有人了，可以安心了。逆子，他这是想要寡人的命啊！王妹，你若将寡人送回楚国，待寡人复位以后，愿用半壁江山酬谢你。原来你心心念念的，并非是你的江山，而是王位。有了王位，什么不可以有？江山美人皆可失而复得，寡人才是一国之君，绝不能让人就这么谋朝篡位。等寡人回了楚国，先要严惩芈衡那个逆子，还有朝阳那老匹夫，还有屈原，还有……只怕楚国并不期盼你回去。芈衡得位不正，臣民不服。自寡人继位以来，肆意无不臣服。你继位之初，借先王余威，楚国曾一时成兴旺之势，甚至被推为6国合纵之长。只可惜，你此后信佞臣宠奸妃，贪小利少谋略，将那楚国在先王手中创下的大好局面步步断送。你已是楚人身上的庸居钉疮，没有你，只怕楚国会好很多。王妹，人非圣贤呐！只要你送寡人回楚国，寡人发誓，以后一定事事为秦楚两国着想，永结秦楚之好。乌郡，还有黔中郡，寡人可以把这天下富庶粮仓都割让给秦国。你的话可有信用？有，寡人可以当下就给你写下承诺凭证。你已退位，你的承诺凭证不值一文。只要你能助寡人复位，何愁那些城池土地呀？我曾经被饿怕了，不喜画饼充饥。既然秦国见不到乌郡和黔中郡这2个天下粮仓，那只好委屈你，在此处多盘桓些日子。寡人要回郢都，寡人一刻也不能在你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再耽搁下去了。你会回去的，既然你愧对父王的在天之灵，有一日楚地归秦，我会把你送回郢都去，把你关在先祖的陵园之中，
日日向父王忏悔，让世人看看这昏君的下场。你敢！大秦功臣以魏冉、芈戎、白起为首，勤劳国家，功德茂盛。特封魏冉为穰侯，芈戎为华阳君，白起为武安君，公子嬴福志节谨度，满而不溢，特封为晋阳君。臣谢太后大王隆恩。免礼。虎爷，刚才看到了吗？我儿子多有出息。你怎么不高兴？啊，那是秦国的分封，跟义渠没什么干系。怎么没干系？魏冉、芈戎、白起是谁？我七弟。嬴福又是谁？我儿子。大王，那魏冉、芈戎和白起是秦国的战将，不是咱们义渠的战将啊。那又如何呀？如今我义渠已经归顺秦国了。还分什么义渠秦国的？哼！可大王，你儿子姓嬴，不姓翟。你说的这话我不知道吗？大王，太后是大王的女人，那也就是咱们义渠的女人呐。可她心里装的都是大秦的江山社稷，哪里有一分一毫是给咱们义渠的？够了！你还想让太后给你什么？你不是已经做了上将军？上将军，既然是分封，那也该有我们义渠兄弟们的份儿。就算我当上了上将军，那其他兄弟们呢？咱们义渠的兄弟们也该在草原之外的地方也分个什么侯啊、君啊当的。凭什么他？大王。大王，雍大人，司马将军，在下有话。将军但说无妨。今日分封之事，只怕诸臣心中会有所不满啊。将军说的是公子服。他毕竟是太后的亲生儿子，大殿之上还有很多有功之臣，公子服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，寸功未立，太后却封他为君，居然与战功赫赫的白起等人并称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将军当知道，这晋阳君之位并非太后私心自用。这些年，义渠君及其手下立了大功，但义渠人只会打天下，不懂得管天下。太后不能分封他们，只好转封小公子。一来为小公子亮于人前证明身份，二来也是安抚义渠君之心呐。怎么说来也是无奈之举啊。当初太后对义渠人如此看重，是因为他们为大王登基及平定诸公子之乱立了大功。后来凭借义渠人之手，大清建立起一支骁勇善战的无敌铁骑。如今，在这支铁骑当中，你根本就不知道
有多少是义渠人，多少是秦人。太后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大秦的江山呐。大王回来了，快把衣服拿过来。瑶儿，你马上就要临产了，怎么还动来动去的？应该多休息。瑶儿请大王更衣。太后说了，要在交房殿举行家宴，让大王过去。家宴？什么家宴？义渠君回来了，太后说大家许久不见了，应该聚一聚。寡人不去。寡人会差人禀报母后，就说寡人身子略感不适。大王真的是身子不适吗？实话讲，只要与那义渠人共处一室，寡人浑身上下哪儿都不是。太后请大王过去，恐怕不只是为了撮合大王与义渠君，更多的是兄弟之情和母子情缘呀。大王，你还是过去吧。走喽，飞了！福儿，飞起来喽！在草原上就是这样的，飞哟！臣弟见过王兄。母后，坐。小子，你还是跟你的福弟坐下面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母亲的身边自然是我的位置。母后，继儿，今日是家宴，不必拘礼。我和义渠君已许久不见，有些话要对他说。你和福儿先述述兄弟情也好。奏乐，献舞。今日大家可放纵些，多喝些酒。云儿，我们共饮此杯。王兄，福儿敬你一杯。福弟，你年纪还小，少喝些酒才对。谢谢王兄关心，福儿记住了。哎呀，月儿，来尝尝这鹿肉。怎样？肉质鲜嫩，果然不错。继儿，母亲敬你一杯。义渠君，尝尝这果子甜不甜？甜。义渠君，寡人敬你一杯。来。
继儿，母后，有一阵子没有见到王后了，她可好？多谢母后挂念。楚王关押在咸阳郊外，毕竟父女一场，他心里一定忐忑不安。瑶儿识得大体，从未提及过此事。王后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方才酒席间，继儿做得很好，王者胸怀气度，母亲欣慰。孩儿不明白母亲什么意思。义渠君生在草原，长在草原，不太懂得礼数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他不懂礼数。当年他也曾面见过父王，难道父王在时，他也敢这样对待他？继儿，我大秦今日，有何理由要一个大王看戎狄人的脸色？我们是亏欠了恩义，还是逊色了武力？若是亏欠了恩义，这些年给义渠人的优容、大量的军械、财物、粮食，已经足以偿还了。他若还嫌少，寡人可以再给他几座城池吗？若是逊色了武力，那我们也不必再去伐楚、征东了。先把这卧榻上的戎狄给解决了才是。继儿，义渠君虽然礼仪有失，但他对我秦国，无论是过去、当下还是来日，都是极大的援助。你怎么可以为了一时之气，有这种自毁栋梁的想法？若是这栋梁妨碍了我们的腿脚，那就是放错了地方，让我们画地自求了。继儿，你喝多了。君王需要的是制怒、慎独。等你明日清醒了，再来同我说话。太后，你们怎么站在这儿？义渠君不让我们进去服侍。你们去门外候着吧。是。你怎么背上又多了伤口？两军交战，哪能没有伤啊？那这肩上的伤呢？嗨，这是上月与林胡人交战，不小心被斧头蹭了一下。这一侧，就差点砍掉了你的肩膀。肩上伤口正在长肉呢。不准用手抓，好不容易刚刚结了疤。月儿，还是你这儿舒服啊，住下来就不想走了。那就别走了，省得我整日提心吊胆。那可不行，你天生就离不开这一道道宫墙，一道道门。我却离开了草原不能活。我没逼你跟我回草原，你也别勉强我住到你的四方天里来。你这匹不知归家的野马，你怎么就不惦记我，不惦记福儿？你手下将士成千上万，何必要亲自披挂上阵，让白起、魏冉替你领兵打仗不好吗？我们一群人的兵马，只能我们一群人率领。
说到这儿，一会儿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月儿，我想好了，下次再出门，我想带上福儿，让他跟我回草原看看。福儿，他才7岁，7岁不小了，哼，是该让他掌管草原的时候了。等以后我老了，打不动了，我就让这小子替我去打仗。福儿是秦国公子。我已经给他封了城池，将来他麾下自有百战之将，何必要他亲自出征打仗？你这是慈母多败子，你想把我们福儿养成屋檐下的小家雀啊？不骑马不打仗，哪能算得上我们义渠的男儿？义渠人和秦人各有长短。义渠人到了秦国就要学会秦国的规矩，并非事事都要靠刀剑和拳头。好男儿也不必从生到死都在马背上。你说的好男儿就跟你儿子一样，啊，永远在人面前唯唯诺诺，俯首帖耳。什么我儿子你儿子，他们都是你我2人的孩儿。继儿有何不好的？知书懂礼，善解人意。倒是你，身为长辈故意招惹他，今日家宴若不是继儿大度，我还不知如何收场。他不高兴，动手就是了。你要跟自己的孩儿动手吗？哼，算了，他姓什么呀？姓嬴，他不姓翟。哼，在这个宫里啊，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不能随我的姓。你是诚心想有一日断绝我们的父子亲情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眼睛不瞎，嬴稷从来没有把我当成父亲。他父王在他10岁的时候才走的，他心里惦记生父，不容易转还。他是小孩子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他还小孩子，他都要生儿育女了，只有你仍然把他当个孩子。我不和你说了，今日你是诚心与我胡闹。我可没胡闹啊，我说的都是正经事。你这个太后再威风，那也是我们义渠的女人。若朝廷分个有亲有疏，那也得先让好事落在我们义渠人的头上。说到底，这秦国天下也有我们义渠人的一份儿。太后，雍大人魏将军求见，请他们进来。是。太后，怎么了？昨日半夜，楚王芈怀买通身边的侍卫看守，逃出行宫，不知下落。派人搜捕了吗？已下令秦军封锁各路关卡，缉拿芈怀。